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媽頻道，參觀一下朋友屋企嘅菜園。呢個應該係第二彈啊！朋友屋企種咗好多唔同各種各樣嘅蔬果生菜，都種得好好啊！生菜又大又圓，全部都生起嚟啦。我問佢呢啲係幾時種嘅，佢大概2個月前就開始播種啦，所以咁快而家就有得收成啦。不過你睇下呢啲，仲有啲係小菜苗嘅狀態，未得大。不過種喺地嗰度呢，好快就大噶啦，營養充足。而家拉薩斯呢個天氣又非常之理想，每日都係20零度，所以非常適合種植噶。依家呢一批呢，就係小紅蘿蔔，真係生到好靚啊！再過嚟啲就係另外一邊嘅番茄，佢都種咗好多番茄啊！棵棵都有啲番茄仔喺度，再過多幾個月就可以收成咯。又種咗虎皮辣椒出花咯，之後就係種咗啲意大利瓜。你冇睇佢咁細棵啊，已經有瓜仔咯。如果你哋想睇多啲，喺下面留言。呢個視頻就去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